继续係我哋嘅專題報道，前二胎新牛隊總教練齊生明，上陣廿24幾日毛毛風過時，從日盼嚟高拍攝，一個民農客家肢體推動基層野球，過山猛哦，也本應該幸福，許多人也立志愛屯野精神上修下去。今年開始，我哋推出愛野野球夢，呢啲報道同大家紹介推動基層野球嘅客家肢體嘅故事。今年要先紹介嘅係桃園中老總評國手嘅校長陳新平，中老總評國手也個客家莊嘅學校，今年頭一擺參加美國威廉波特小碰賽，雖然冇講打頭名，不過球員過山猛過認真，也值得大家鼓勵。球隊嘅吉祥物客家布馬，喺國外也受到注意哦。總評小碰對伊能青態嘅特色，如係無貼派去拓線數，伊能分享所有好打野球嘅聲音嘅感應。成立6年的總評國手少年野球隊，今年頭一擺代表台灣去美國參加威廉波特少年野球比賽。這邊是我們住的地方。頭一擺去到野球會夢想天堂打球會，也都是球員萬幾期待，就算冇幾多冠軍，對家都來講沒好多當到位。就看那個其他隊都很精神，感覺在打。然後收入是那個他們怎麼學習什麼壓力，然後技術面還有連場的感覺。昨天國際三府基地觀眾頭前，拿定球隊嘅吉祥物布馬人工藝，總評國手嘅校長陳新平帶定現場觀眾睇上險台灣加油，同樣都是球員加油。未按我個人聽日未到牛平客體協會布馬文化。我得到當到外國人。香港外界的然後當然同下啲客家文化，看到啲布馬是會很推翻啊！台灣加油，台灣！看日到小選手啲球場後打到公棍按精彩，其實係當日訓練呢。馬個日頭看法本好熱，我點球會加到冇半季掛煙，就會我完成自家嘅野球夢想。來打棒球的，因為是我的興趣，我要跟陳金鋒一樣打進大聯盟。從小就喜歡棒球，然後我的目標是想跟王建民一樣，在美國打大聯盟。棒球的基本功其實就像走樓梯，我必須是一步一步上去，我不能一次跨2步或跨3步，因為這樣為什麼？當我建起來的樓梯，它可能就哪一天風吹它就倒了。所以我必須一步一步。當我有一天掉下來的時候，我可以踩回原點，然後等待機會，我再爬上去。接球嘛，同樣的東西，你為什麼要分那麼多呢？所以教練一直指定冇就險講愛國，所有嘅球員天天異國國嘅談。教練化妝講下說，也都是球員天天同教練講按知識，也就係總評少年野球隊從小嘅品格教育。平時的聽體育，韓國功課功課做唔得強差韓國最主要係去從事嘅選拔嘅教育。總評國手少年野球隊嘅球員，各位阿爺皮野車位都有，無跳脫高，提供大家好打野球嘅小朋友有一個表現嘅舞台，對基層野球意識，培養小朋友來認識野球。來提升呢台灣人對野球嘅素質同熱情。下個新聞林建耀、吳思怡綜合報道。